风声讲电钱可能4月要起价，经济部今仔下晡要召开电钱审议委员会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虽然这电钱是由审议委员来决定，伊也搁再呼吁政府得要继续拨补给台电。涨不涨电价，这个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他们来做决定啊。那我相信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数了哈。那我想我们提供给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他们做参考。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了啊，这个台电还是要从自己的经营跟管理上面去努力哦，不能就像大家在讲的说啊，这个因为过去你的动涨哦，那你的经营不努力，不是这样的。郭志辉强调，政府对台电的拨补会当改善因的债务。虽然电钱敢要起价是由审议委员来决定，也毋过若是台电的债务会当改善，就会当帮助因维持营运的稳定。